中秋节要到咯，讲这个中秋，大家拢会摕来烘的菜色，像这个卡白笋、番白笋、大肠啊、面豆啊等等，拢起价咯。都参摕来包肉的肠啊，1公斤嘛起到134块。讲上主要是因为开明风台的关系，嘛互袂少人话讲，今年的中秋唔敢烘肉咯。 百面菜色放伫个铁网顶，烘甲滋滋叫，味真香。不过今年中秋节什么烘肉都要加想一下，因为烘肉常在看到的菜色类价少拢有起价。内面看内面景哦。 民众来到菜市买菜，紧啊紧，就是唔敢买。比我中秋节亲像烘肉一定会传的面豆瓦，1公斤价少飙到300，含去年同期比700倍起上多。第二名是香菇，价少同款飙到300，够烘肉一定准备长下，价少134，比去年起56。其他亲像菜龟41，番麦32，大肠啊嘛爱60，青甜脆脆卡白笋80倍，够。 番麦笋42，烘肉可以准备菜色拢全部起价。现在玉米比较贵啦，要烤的话，玉米真的很贵，我不敢拿。这么大都拢起啊，阮像阮都是嘛起200外。市场的头家讲，中秋日本烘肉食材价少直直起，甘村经类价少落，不过买民众少，家己生理嘛受了影响。台米台风重创中南部的蔬果，导致中秋节前夕烤肉常用的蔬菜价格飙涨。 果菜市场的总经理讲，虽然最近的菜色交货量已经稍稍变多，不过烘肉类的菜色卖无够人买。另外，亲像瓜果类是因为种时间较久，预计中秋过才会稳定供货。好真侪民众讲，中秋节唔敢烘肉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